各位街坊，咁我今日咧仲有啲時間咧，仲係想深入一啲去談點解李光耀咧佢表現得即係無論係響外國人嗰度接受訪談啊，或者係演講啊，佢都會經常表達對自己係中國人華人嗰種自豪感，同埋佢對中華文化5000年啊屹立不倒，即係輝煌嘅文化嗰種自豪感啊，同埋認同。咁一個原因可能因為佢係客家人，佢祖籍係廣東梅州大埔人啊。咁客家人對自己嘅祖宗啊，對自己嘅血統都係好認同啊，睇得好重㗎。咁另外一個咧，應該我就覺得係從即係我覺得大家有時間可以去了解或者研究下即係李光耀喺好年輕嘅時候啊建立新加坡呢個國家，即係立國嗰個艱辛嘅過程啊，亦都係有關係嘅。咁當時冇新加坡呢個國家嘅，咁樣咧李光耀領導嘅嗰個一個政治力量啦，個華人主要係華人。咁當時華人咧係響即係當時係馬來西亞，新加坡係屬於馬來西亞呢個地方，只有一個馬來西亞呢個國家呵。咁樣響馬來西亞咧華人同埋馬來人嘅地位係唔一樣嘅。華人係唔能夠擔任重要嘅職位，無論響政府或者係公司。咁其實李光耀最開始佢係唔想建立新加坡呢個國家，佢只係想爭取華人同當地嘅馬來人咧同等嘅平等嘅權利，佢係想咁嘅啫。所以我好奇怪睇到李光耀響好年輕嘅時候啦，立國嗰個演講係喊住話，即係要建立一個新加坡呢個國家，佢係唔想，佢自己喊住話佢係俾馬來西亞踢出嚟，佢係唔想脫離馬來西亞嘅。咁佢當時李光耀好年輕啊嚇，佢自己心裏邊都冇底㗎。你俾馬來西亞踢出嚟之後，你乜嘢都冇，你重新嚟過係嘛？點知得唔得？佢自己心裏都冇底。咁馬來西亞咧點解即係佢都係考慮李光耀咧？佢睇到馬來西亞人都算係善良，但係佢睇得到李光耀嗰個能力嘅才能，同埋華人嗰種智慧同埋努力。佢驚住如果留喺馬來西亞咧，好快咧就係成為成為咧華人嘅天下咧。咁馬來人咁係佢有咁嘅憂慮啦。咁啊，所以將咧李光耀佢哋踢咗出去嘅。咁樣你新加坡係咪李光耀咁年輕嚇？當時係孤注一擲啊！你得就得，唔得咪翻去馬來西亞做二等公民啊！所以李光耀係為咗華人嘅尊嚴啊，即係華人嘅尊嚴啊，佢不得不立國，佢而且係冇退路嘅，佢一定要成功啊！唔成功咧就要翻去做二等公民嘅。所以咧，對於點解你而家即係睇到好多李光耀嗰個演講啊、訪談都會睇。